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4月11，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讲，出名的观光景点包括夜市啊、人较济、较密集的公共场所，即时开始实施人流管制措施。那爱规划高一个出入口，相关的汽车活动嘛爱取消。昨暗台北市的宁夏夜市人就减真济，夜市啊排队头家就讲，即摆生意实在足歹做的。请不必要戴上口罩。工作人员提放上头提醒民众到夜市爱挂嘴安。台北市的宁夏夜市人较无以前多，店家甲民众大部分拢主动挂嘴安保护家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七十下晡宣布，夜市这人较济所在爱人流管制措施，宁夏夜市也规划只有一个出入口。像宁夏夜市，它有4个主要的出入口嘛，其中有2个是吃药的出入口。我的建议就是说，双出入口，让它能东向进、西向出，或西向进、东向出，这样反而不会造成消费者在夜市里面停留的时间、绕行的时间。除了一个出入口，指挥中心阁提出减少食饭的位，优惠距离，或者是用隔板隔开。宁夏夜市规划用纸板，而且逐工拢会换，民众也拢真赞成。现在是非常时期了，所以我觉得，政府会这样做也有他一定的想法。现在是生意大家也比较差一点的，所以人潮说真的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密集那种感觉了。高雄市的绿客夜市有单商表示，已经尽量减少椅啊，扭开食饭的距离。啊，不过即马拢无什人，所以管制总量无甲来需要。正常阮会当连算座位，阮才会当摆到20个椅子啊。啊，即马已经生意无好，已经剩12地尔。啊，你要搁讲爱1.5公尺，啊，就出一道。无摆嘛无要紧啦，咱无生意啦，无人啊。你若较换来啊看这边顶个看伊到迄边都无人。绿客夜市组委也指出，会伫头尾2个所在设出入口，阁会派人注意看，绝对会遵守政府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协助调伫中国乌北的国人返来台湾，海基会昨暗表示讲，已经联络华航指定4月20和212座由上海浦东机场飞桃园的机班，要提供予咱调伫乌北的台湾人通坐返来。2架次航班号码都是 CI 504，飞行时刻表分别是4月20号礼拜一与4月21号礼拜二各1架次，都是晚上7点50分由上海浦东机场起飞，预计晚间9点50分抵达桃园机场。海基会将从明天上午，也就是4月11号的上午9点半开始受理并协助旅客统一定位。海基会表示讲，飞机顶会专程采取防疫措施，要按照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办理。准讲有发烧的一寡镜头就袂当登机，回台了后嘛随接受检疫，会安排伫咧集中检疫的场所集中检疫14天。啊，这2座指定的机班会对今仔日透早9点半开始受理。海基会嘛全力协助咱的旅客统一定位。昨咱国内又搁增加2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2个拢是对境外移入，另外搁增加1个死亡的病例。台湾到今已经有382个人感染，6个人死亡。另外，咱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全台湾的酒店、舞厅都爱停止营业。即阵嘛搁强调讲，只要是有人陪酒的酒店，都爱停业。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武汉肺炎过身，是埃及旅游团案例101个70外岁男性，也是国内第6例死亡案例。伊本身就有糖尿病这慢性病，3月17发病就医，住院23天，因为病情恶化，伫4月19不治死亡。大概是在5天1个礼拜左右开始那个呼吸功能变差，然后这时候有使用呼吸器，那后来还是用的接上叶克膜，不过。很遗憾，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哈。另外，国内也新增加2例确诊个案，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案例381例是3月30在华航 CI 011对美国纽约返来桃园的班机，因为同班机有10个人确诊，伫厝隔离期间出现流鼻水、鼻无味这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后伫这个班机增加到11个人去围着。另外一个个案382例是进前被判已经确诊的家后到印尼探亲，回国了后，到即阵无症状，卫生单位安排采检才确诊。4月5日有症状，那流鼻水、鼻塞、嗅觉异常，那安排就医转诊那就确诊，所以这个班机里面总共有11人确诊。
另外，进前有酒店女公关确诊，为着避免疫情扩大，指挥中心紧急宣布，全台湾酒店舞厅暂停营业。不过，因为酒店业别真复杂，所以chế造进一步规范，即便有男女陪酒的酒店，拢必须停业。有男女陪侍的这个酒店业跟舞厅业，当然因为地方的形态不同，所以它的这个名称会有所不同。像有些地方就叫做理容 KTV， 有些地方就是小吃部。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由地方政府这边停业的有140间，家己停业的有105间，到即阵全台停业的有437间。停业期间会看疫情变化，这个做研判。离华航互相烧话这个班机已经有11个人确诊，其他325位被列做地处隔离的机组员甲乘客，预计4月11到17期间会全部调回来进行采检。记者自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的酒店甲舞厅都要停业。劳动部表示讲，这就像风台天，薪水就是由劳资协议，袂强制咱头家爱发薪水。啊，毋过，就有妇女团体日出协会质疑讲，政府无先看到业者，就全部停业，这是牺牲劳工。台北市传出酒店女公关确诊，指挥中心宣布酒店甲舞厅爱随停业。台北市府初九暗时稽查酒店的状况，有业者还佫为着停业咧做整理，头家是替员工感觉真委屈。他的生活这个赚钱的地方就在这边，但因为突然这样子，他们顿时重心嘛，难免他们恐慌嘛，哭啊，都是难免的啦。高雄市嘛由副市长叶匡时带队稽查金巴黎舞厅等等的酒店。我们还要整理环境区域，这样子，没有营业了，没有营业，看政府规定了。全国几个县市同步开始稽查，嘉义市警方初九检查这间酒店，内底看起来还阁咧照常营业，便若确认无配合停业，酒店会罚5万至100万。全国酒店舞厅奉下令爱停业，相关的人员拢会无头路。所内薪水要安怎？劳动部表示，会当由劳资双方来协议，不过无规定头家人一定爱付薪水。我们要赚钱而已。那你们把我们封了，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路去赚嘛。这样的一个停业，它是不可归责于劳雇任何一方。那有关那个这段期间的薪资的部分，那由劳雇双方来协议。妇运团体日春协会质疑酒店停业的做法比例无适当，嘛有学者烦恼讲，恐惊会造成更加侪防疫的空棚。昨天清晨，我过去林森北路，也都已经有业者在路上大喊说：“我失业了。”法源依据在哪里？会觉得那难不成是我们的产业是比起一般的高商大的产业来的挑着软柿子吃吗？要疫调的时候都可以追溯得到人，但是如果客人可以直接跟透过这些赖，然后找到小姐的话，这个其实就完全无法追踪。学者认为，酒店的服务原本并不是防疫的空棚，是有接触的人客，应该要加强要求营业上的防疫作为，包括社交距离，也有人客爱挂喙罨等等。希望政府会当重新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美国是目前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国家，纽约州更加是重灾区。在这场病毒的对抗战当中，所有纽约市民的生活拢受到真大的改变。带你来观察讲，咱各行各业的人生百态。美国纽约市初九新增7000多例确诊病例，总计87700多例。一个星期就超过中国官方统计的全国总数。人文组织不夜城的经常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刷消息。唯一24点钟无休困的是救护车声音。We're at the point where you have to assume everyone is a COVID positive. 日子也是爱过落去，为老人送餐服务，疫情之下需求一直增加。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卡拉布朗早起5点15分就起床，一天爱无用12点钟以上。大家忙上班的时阵唔通坐着，拢是人的地铁。And unfortunately, my ride was in a packed subway car. Pack. Our seniors are homebound, and nutrition is what they need to stay healthy. So it's a really big issue for us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fed and also safe. 纽约市心动地带世博广场，人甲车少甲行人，客运车司机也是需要上街踅来踅去，载着人客才会当饲家己。百老汇剧场全面关起来，表演工作者即马唱歌才会当家己娱乐。If I have to beg and plead for your sympathy, I don't mind, 'cause you mean so much to me.
丰校区即间兼卖餐点的杂货店生意落人城，靠订单勉强经落去，头家烦恼，过几个月会开袂落去，到时阵社区老人想要食一顿饭拢真困难。I don't know what I will do without you. The man's 85 years old. So we're like, you know what? Even if we close down, if I have to go to my house and cook food for you, I'll do it for you. It's no problem. 急诊室医师哈布斯透早6点半就开始工作，顺利帮助25名病人救回2个严重病危的人。规工的忝得到安慰。这真长的一天结束的时阵，全纽约市的急诊已经接到5639通求助电话，超过9亿恐怖攻击了后，一天3500通电话记录。大港尾暗7点，民众聚集伫病院外口为医护拍扑啊加油，灾难当中展现团结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160万例，死亡的人数嘛超过1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1000多例，台湾昨增加2例，目前有382例，香港是989例。日本是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那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病例上侪国家，超过49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47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57000例。那德国甲法国拢超过12万例，英国有74000多例，伊朗是超过68000例。再来关心咱亚洲的疫情，马来西亚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例，变作是东南亚上界严重的国家。那印尼目前有280人死亡，另外新加坡甲日本也出现感染人数一再抢悬的情形。日本当家是对今仔日开始，针对6大类的行业要求就先停业。伫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查到是增加超过200个确诊病例，和国内确诊人数超过4000人，加做东南亚确诊人数上侪国家。新加坡虽然严格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也毋过查到增加287名患者，创下一天增加的病人上侪纪录，嘛互人怀疑防疫出现了破口。We have confirmed an additional 287 cases in Singapore, the highest daily tally so far. More than 200 of these cases are related to foreign workers residing in dormitories. 但是印尼是搁加337个人为着病毒，死亡患者达到40个人，毋能双双创下一天增加患者甲死亡人数的上悬纪录，嘛互国内死亡的患者累计达到280个人，加做中国以外患者死亡上侪亚洲国家。记者林世彤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是《联合报》，受到疫情的影响，全台湾有8000多个劳工不得已就要放无薪假。劳动部是推出讲安心即时上工的计划，会伫咧后礼拜14初步先开15000个课，上侪逐月日领12640块，加加领6个月，民众会当去各地就业服务站登记。再来是《苹果日报》，华盛顿邮报是报讲。美国总统川普惊经济萎缩，伫咧闭门会议当中，寻求后个月初一进前要重启经济活动。有工会专家就烦恼讲，疫情若无真正结束，就甲防疫的措施放零，疫情恐惊会搁来侵袭。搁来是自由时报，美中对抗的势头直直加重。美国有一位政治专栏的作家伫咧推特推文建议讲，等疫情结束了后，美国就要随执行60件代志。头一站就是成立台湾。美国总统川普后生大囝嘛，伫咧文章转达去伊的官方面册，佮表示讲，我同意，敢有人和我同款，嘛引起网络热烈的讨论。来关心各项的消息，中国昨顶部是派出轰六即寡混合机群，伫咧咱台湾的西南方的海域进行远海的导航训练。美军就随派一台电侦机对巴士海峡飞去中国沿海。军事专家就讲，这表示讲中国、美国伫咧空中咧车拼。夜空当中传出真大的声音，一道火划过天边10分的壮观。中科院测到伫台东外海火炮试射，这摆试射上大的弹道高度是无限悬，时间伫测到早13甲14，范围伫绿岛南苏甲恒春海空区。按过试射物件并无公开，只是一试射。中国的海钓船马上出现伫附近，无排除进行雷达侦测。
台湾海峡周边海空域状况，国军联合勤监侦作为都能够掌握，目前状况正常。国防部强调对台海周边海域军事活动，国军拢有掌握。因为就算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强军车站继续进行今年度到即马第6摆军机招待动作，派出轰6、空警500、歼11等混合战机群，再去为台湾西南海域执行远海中航训练。经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了后，顺原路线登去驻地。美军亚速人吴斯丁马上出动 RC-135U 侦察机，为巴士海峡往中国沿海巡逻。军事专家认为，强军最近伫巴士海峡的活动真多，除了继续向美国南海巡逻等军事活动进行反制，也向台湾施压。中美空中拼场的意味是真高。菲律宾目前的政府相对是比较亲中的，那对于解放军类似的话，不会有一个太大反应，既可以降低一个连带波及别的国家的一个反应，又可以进行自己的实际的远海长航训练军事活动，兼对台湾和美军释出一些军事讯号。另外传出中共航母辽宁舰车到经过台湾西南海域，沿台海中线向南航行的代志，经过国防部对查了后，强调是假信息，也表示国军对台海周边海空域拢有充分的掌握。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1点外，台铁有一台对屏东潮州上北的区间车，伫咧新左营甲南仔坑之间发生车祸。原来是一台拖车停伫咧平交道，袂赴驶走，区间车全甲弄起哩。这件事故嘛造成货车司机和3位旅客受伤送病院。对监视器画面能清楚看到，平交道的号志已经倒啊，这台拖车也是一直开过去。为早放落时阵，车迅速徛伫遐，赶紧的时阵，车也倒退，最后停伫咧平交道顶面。有民众要去甲看卖，无想这时阵火车就来啊。结果拖车的车道规互火车弄着，差点仔去撞着人，四个拢是烟。而这拖车的司机加载无要紧，闪过一劫。我过来差一半的时阵，了无有听到，迄一叮才开始咧叮啦。搁较头前是出来伊就死火啊呐，啊死火我要赶紧甲车发动起来，了无吼，就发袂起来啊。忽然间乒乒乓乓，外面烟尘弥漫啊，就停下来了。因看到一台区间车的车头弄甲真严重，电线零件拢流出来，造成司机规身躯有真侪所在受伤，而车顶也有3名乘客因此受伤送病院。另外也有上百名乘客另外坐转盘车离开。马上启动接驳机制，先把旅客送走。我们跟高雄捷运本来就有订接驳契约嘛，所以我们新左营到桥头2个刚好都有捷运站。台铁讲，这个意外发生在车站下晡1点13分，列车是对潮州发车要去后里，火车弄到拖车了后，电线规拢扭来，预计爱到暗时9点过了后，才发度单向通车。而受伤送病院的司机甲乘客伤势加载拢无要紧，不过拢互这个车祸惊到。2个都受到蛮大的惊吓，是，所以在沟通的过程，有些病史比较难去问得很清楚。台铁估计这个事故影响大约34列次车帮，有5090名旅客受到影响。而造成事故的原因，也由台交通部甲运安会派人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咧滚价，咱中研院的生化所牛柏宏的研究团队，伊就宣布讲，有找出会使甲武汉肺炎病毒压落来的2倍酶抑制剂，而且是比现有的抑制剂效果阁强10倍。不过，若要变药啊，可能就阁要等1年。蛋白酶有活性，就会像画面中右边所看到的这个荧光的讯号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可以看到左边的这2格讯号呢，并未随着时间而增加，表示这些化合物是可以抑制武汉肺炎蛋白酶的活性。利用荧光生态测试新冠病毒2倍酶的活性。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员牛柏宏甲伊的博士生中兴大学兽医系副教授郭志荣等人，伫研发新药的任务上传出好消息，因为900种化合物中提选出强效的2倍酶抑制剂来抑制病毒复制。蛋白酶的话，对病毒来讲，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把剪刀。好，那这个病毒因为它是 RNA 的病毒，所以说它最后做出来会是一个长串的蛋白质。所以说，如果今天你可以找到一个抑制剂来抑制这一把剪刀的活性，那这个病毒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复制了。
们在17年前就已经做过 SARS 成立国家队在研究，所以等于是我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找到有效的蛋白酶抑制剂。学者指出，根据17年前研究 SARS 的经验，发现新冠病毒甲 SARS 病毒的蛋白酶氨基酸数类亲像度真悬，所以会当利用进前研究 SARS 蛋白酶的经验，伫短时间内提选出强效的抑制剂，而且效果比现有的强10倍。那我们现在验证的结果是杀病毒的能力比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化合物、药物等等之类都可以效果高10倍以上。学者讲，目前全世界治疗靠瑞德西韦、K0等老药，不过这两项并不是针对新冠病毒的直接药物。不过团队研发的抑制剂需要3至5个月进行动物实验，后一步才是人体试验，正式发展成药物。学者略算至少要差不多1年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体育的新闻。中华职棒31年的开幕赛今仔日就要开始咯。嘛，因为别国拢无决定，所以咱的中职就变成今年全世界头一个要开始比赛的职业棒球。那中华职棒嘛表示讲，已经有真侪媒体申请要来甲采访，其中嘛有几间是国际媒体。户外通风良好，媒体座位计1公尺。联合采访的时阵，透过麦克，中华职棒举行记者会，遵守指挥中心公布的6项指标，请来6队代表。3个球季一开始，将提供6000份的 CPBL TV 免费小号，甲6000本职棒杂志，分散给地处隔离甲检疫的人。本来也有，就是看。MOD 的一些序号，那我们过去是没有，当然是没有体育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会在居家检疫的部分都提供这个观赏的平台的序号。互隔离检疫者袂无聊，中职领先全球无开放观众入场，推销比赛到海外也有谱。乐天桃园甲中信兄弟伫桃园的开幕战，赛队甲原地例行赛主场比赛会当伫日本2个 OTT 平台同步收看。乐天的关系因为他们那边可以直接就把它上到他们的乐天 TV 里面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对主场的节目所以我们是希望利用这个契机，能够把4队的所有的比赛能够统一的，能够在世界来播放。高志勇讲，所属的 CPBL TV 无数，想要看毋是问题，会继续推展。中职开幕战将管控入场的对职员伫100人左右，顶多是报名采访的媒体上踊跃，过来超过20间媒体，经50位的记者登记。自台外国媒体也提出申请，将要求记者专程挂喙瓮，禁止进入休困区甲休困室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局表示讲，今仔日过昼会有一波锋面通过台湾，若过昼了后，各地落雨的几率就提悬。明仔载大陆冷气团落南，天气会转冷。后礼拜一透早，伫咧北部的沿海甲山区，可能会出现10度的低温。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中部地区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18度到25度，离岛地区15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